2014年，美國有個92歲嘅老人家過咗身。佢生前曾經做過25年嘅加油站職員，之後又做咗17年嘅清潔工。佢半世人都係住喺一間細細嘅兩房單位，平時最中意做嘅嘢係劈柴，聽落都係一個普通人嘅平凡人生啫，冇咩特別啊。但佢死咗之後，居然捐咗超過$600萬俾醫院同圖書館喎，仲留低咗200萬俾屋企人添啊！呢個老人家叫做 Ronald Read。你又點會估到一個清潔工身家竟然有超過800萬美金呢？同一年仲有另外一個人上咗新聞喎，Richard Fuscone，哈佛 MBA 畢業，美林證券嘅高層，40幾歲就退休做慈善家噶啦。佢間屋有11個廁所、2個泳池、7個車房，每個月淨係維護費就要成9萬蚊美金啊！但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，佢就破咗產，攞間大屋仲俾人拍賣添喎。一個係清潔工，另一個係哈佛精英，點解結局會調轉咗呢？歡迎返到嚟暢銷書精讀班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呢本書《The Psychology of Money》，中文叫《致富心態》。呢本書自從2020年出版之後，已經賣咗超過400萬本啦。華爾街日報仲話佢係近年最好、最有原創性嘅理財書喎。連原子習慣嘅作者 James Clear 都話呢本書係每一個想理財理得好嘅人必讀嘅書嚟㗎。呢本書唔係教你點樣揀股票、點樣睇圖表，而係一樣更加基本嘅嘢，就係我哋同錢之間嘅心理關係啦。作者 Morgan Housel 話，理財唔係關乎到你有幾聰明，而係關乎你點做嘢。而呢種處事方式係好難教嘅，就算你係天才都一樣喎。喺我哋開始講點樣理財之前，我想講一樣好多人都唔願意承認嘅嘢先，就係運氣啦。好多人話 Bill Gates 會成功係因為佢聰明同勤力，冇錯。但係作者話你知一個事實， Bill Gates 讀嗰間中學係當時全球極少數有電腦嘅學校之一。1968年嗰陣，全球303萬個中學生入邊，得大約300個有機會可以接觸到咁先進嘅電腦嘅啫。而 Bill Gates 就係其中一個啦。佢自己都承認，如果冇呢間學校，就唔會有而家嘅 Microsoft 喎。Bill Gates 仲有個朋友叫 Kent Evans， 一樣係咁叻嘅，一樣係咁中意電腦。佢哋本來計劃一齊創業噶，但阿 Kent 喺中學嗰陣因為行山意外死咗。Bill Gates 攞到1/800嘅好運，而 Kent 就遇到1/800嘅厄運，同一個起步點，結果就完全相反啊！所以作者話冇嘢係真係咁好或者咁差嘅。當你見到人成功，唔好覺得全部都係實力；當你見到人失敗，都唔好覺得全部都係佢嘅錯喎。但就算有足夠嘅運氣賺到錢，都唔代表你會有好結局喎。因為好多人都會衰喺同一樣嘢上面，就係唔知乜嘢叫知足啦。書入面講咗一個故事，有次喺一個億萬富翁嘅 party 上面，有人同作家 Joseph Heller 講，今日呢個 party 嘅主人一日賺嘅錢可能多過你本暢銷書成世賺嘅錢啊。Heller 就答佢，係啊，但我有一樣嘢係佢永遠都唔會有嘅，係知足。呢個字好簡單，但係好有力量，因為好多有錢人就係衰喺呢個字上面。Rajat Gupta， 佢係 McKinsey 嘅 CEO， 係全球最 top 嘅管理顧問公司話事人嚟噶。佢離開印度嘅孤兒院之後，白手興家，身家有過億美金，照計佢應該會滿足啦。但佢唔係喎，佢想做億萬富翁，因為佢身邊啲朋友全部都係啊。喺2008年，佢坐喺高盛嘅董事會會議入面，聽到巴菲特就嚟會投資50億落高盛嘅消息，佢轉個頭就即刻打電話俾基金經理，基金經理即刻就大手買入高盛嘅股票啦，賺咗好多錢啊！結果呢 Gupta 因為內幕交易罪俾人拉咗要坐監，一個本來受人尊敬嘅商界領袖，一夜之間身敗名裂啊！仲有 Bernie Madoff， 佢係史上最大龐氏騙局嘅主腦嚟，但你哋又知唔知佢本來其實係有一盤完全合法嘅生意，每年都賺緊幾千萬美金噶，佢根本就唔需要呃人，但佢就係停唔到。呢兩個人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佢哋為咗賺啲自己根本唔需要嘅錢，選擇冒險輸晒自己本來擁有嘅一切。巴菲特有句說話講得好好噶，佢話為咗啲自己冇嘅嘢同唔需要嘅嘢，而冒險輸晒自己有嘅嘢同需要嘅嘢，係完全愚蠢嘅行為嚟啊！除咗知足，我哋仲要講另一樣嘢，就係時間。因為喺理財嘅世界入面，時間先至係真正嘅魔法嚟啊！大家知唔知冰河時期係點形成嘅呢？唔係因為冬天特別凍喎，
而係因為夏天唔夠熱，融唔晒上一年嘅雪啊。於是少少嘅雪不斷累積，一層搭一層，最後成個地球都俾冰覆蓋晒啊！福利都係咁樣運作嘅，一開始睇落好微不足道，但俾足夠長嘅時間佢就可以做到不可思議嘅事啦。巴菲特係全世界公認最成功嘅投資者嚟，身家845億美金。好多人研究佢嘅投資眼光，佢嘅選股策略，想揾出佢嘅秘密喎。但係作者話，其實大家都忽略咗最重要嘅一樣嘢。巴菲特845億身家入面，有842億係50歲之後先賺嘅，再細分啲睇，有815億係65歲之後先有嘅。換句話講，佢超過96%嘅財富係喺大部分人已經退休嘅年紀之後先累積到嘅。巴菲特10歲就開始投資，到佢而家90幾歲仲喺度投資緊。佢嘅秘密唔係眼光特別準，而係時間特別長啫。複利需要時間去發酵，而巴菲特就俾咗80年時間佢慢慢滾啦。再比較多個人，你就會更加明白噶啦。Jim Simons 係另一個傳奇投資者，佢嘅對沖基金年回報率係66%，巴菲特就只係得22%啫，足足多成3倍咁多啊！照計 Simons 應該更加有錢啦，但事實上巴菲特嘅身家係 Simons 嘅4倍喎。原來 Simons 50歲先開始投資，只係投資咗30幾年咋，而巴菲特已經投資咗成70幾年啦。所以一個好嘅投資唔係追求最高嘅回報，而係追求一個你可以堅持最長時間嘅合理回報啫。要長時間堅持，你首先要生存到咁長時間先得噶嘛。所以識得守財同識得賺錢一樣係咁重要噶喎。呢兩樣嘢其實係完全唔同嘅技能嚟噶。賺錢咧需要你冒險、樂觀同肯去試，但係守財咧就需要你謙卑、識驚，要承認自己嘅成功有運氣成分。呢兩種心態咧係完全相反嘅。1929年美國股災，大部分人輸到乾塘嗰陣，美國證券交易員 Jesse Livermore 因為做空股市賺咗超過1億美金，即係而家嘅30幾億喎。佢一夜之間變咗全世界最有錢嘅人之一啊！佢老婆嗰日以為佢輸晒啲錢，喊住咁嚟接佢收工，點知佢話唔係啊，老婆，我哋發咗達啦，而家想做乜都得啊！但係幾年之後，佢就因為衰在太有自信，覺得自己係天才，不斷咁加大注碼，最後輸到乜都冇啊！同一個人因為唔識守，係可以由頂峰跌翻落谷底噶。另一樣好重要嘅係，你唔需要每次都做啱選擇先至成功噶。作者叫呢個做長尾效應。巴菲特成世人買過400-500隻股票，但佢大部分嘅錢都係靠其中10隻賺翻嚟嘅。基金經理 Peter Lynch 講過，喺呢行做得好嘅話，10次入邊啱6次已經好叻噶啦。所以唔好因為幾次嘅失敗就放棄啊！就好似 Amazon 嘅 Fire Phone 失敗咗，咁冇所謂喎。佢哋嘅 AWS 雲端服務每年都賺到幾百億嘅。又或者好似 Netflix 咁取消咗好多套戲都冇問題噶，一套魷魚遊戲就夠做啦。你只需要留喺場內夠耐，少數嘅大成功係會彌補所有失敗嘅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又會問啦，咁我儲咁多錢嚟做乜呢？呢個問題好重要嘅喎，因為好多人根本就冇諗清楚自己要咁多錢有咩用。作者嘅答案就好簡單啦，佢話財富最高嘅價值唔係買到靚車同豪宅，而係每朝起身可以同自己講，今日我想做乜就做乜。呢種對時間嘅控制權先至係錢可以買到最珍貴嘅嘢啊！有個心理學家叫 Angus Campbell， 佢研究咗好耐，想知道有乜嘢先令人最幸福。結果發現，最能夠預測一個人幸福感嘅因素，唔係收入，唔係學歷，唔係住邊度，而係對自己生活嘅控制感喎。作者自己都有切身嘅體會㗎。佢讀大學嗰陣好想做投資銀行，因為人工高啊嘛。後來真係俾佢攞到實習機會喎，佢好似中咗6合彩咁開心啊！點知返工第一日就發現啲人做到半夜12點先走係常態嚟，星期6日都冇得放假啊！公司內部仲有個笑話喎，如果你禮拜六唔返工，禮拜日就唔使再返啦。作者堅持咗1個月就頂唔順走咗路，佢發現原來做一份中意但冇自由嘅工，同做一份你憎嘅工其實冇乜分別噶。書入面仲講咗一個叫 Derek Sivers 嘅創業家，有人問佢點樣發達，
佢話佢22歲嗰陣儲到12,000美金就辭咗份工，全職做音樂人。嗰一刻先係佢真正變得富有嘅時候。雖然之後賣公司賺咗好多錢，但嗰啲都只係銀行戶口多咗啲數字啫，冇乜特別感覺咋。我哋成日以為有錢之後先會自由，但其實自由嘅感覺唔係嚟自銀行戶口有幾多個零，而係嚟自你有冇能力 say no 喎。就好似話我唔做呢份工，我今日唔返工啊。講開自由，就要講埋另一個好多人都搞錯咗嘅嘢啦。到底點先叫做有錢呢？作者做過酒店泊車仔，成日見到啲人揸法拉利、林寶呢啲靚車。佢發現一樣好有趣嘅事，就係當你見到一架靚車喺街上面駛過，你唔會諗揸呢架車嗰個人好勁噶，你淨係會諗如果我揸呢架車，人哋一定覺得我好勁啦。你其實唔會 care 車入邊坐咗咩人。所以如果你想藉由買靚車而得到尊重同羨慕，其實係永遠都唔會得到嘅。呢個就係作者講嘅 Man in the Car 嘅悖論啦。仲有個客人成日都揸波子去酒店嘅，有日突然揸住架殘舊嘅康打出現，原來個客因為供唔起架波子俾人收翻啊。喺 LA 好多呢種人噶，表面風光，實際上月月清。所以書入邊有一個好重要嘅區分，有錢係你嘅收入，而財富就係你未使嘅錢啦。見到有人揸100萬嘅車，你唯一知道嘅事實係佢銀行戶口少咗100萬，或者多咗100萬嘅債啫。真正嘅財富係睇唔到嘅，係你冇買嗰架車，冇買嗰件衫。而財富係選擇權，係彈性，係將來可以把握機會嘅能力嚟。所以真正有錢嘅人，你永遠唔會喺街上面見到佢哋噶。咁點樣先可以累積到呢種睇唔到嘅財富呢？答案就係儲蓄啦。1970年代石油危機，大家都驚石油會用晒，但最後點解冇事呢？唔係因為我哋揾到更多嘅石油，而係因為我哋學識咗用少啲，汽車慳油咗，工廠效率高咗。理財都係一樣嘅，儲蓄率比投資回報更加重要噶，而且仲係100%喺你嘅控制範圍之內。作者話儲蓄係等於你嘅收入減自負。好多人儲唔到錢，唔係因為揾得少，而係因為想同人比較啊。隔籬買咗新車，你又想買；朋友去咗日本，你又想去喎。但係其實你唔需要俾人知你有幾多錢噶嘛，你自己知就夠噶啦。另一樣嘢係你唔需要做到最佳嘅投資策略噶。作者話理論上最好嘅策略，如果你心理上承受唔到，中途放棄咗，咁就冇用啦。一個合理但你可以堅持到底嘅計劃，永遠好過一個完美但你會半途而廢嘅計劃噶。但無論你計劃得幾好咧，都一定會有意外發生嘅。所以最後一個重點係要預留空間俾意外發生啊。歷史入邊最重要嘅事件，全部都係冇人預測到嘅。經濟大蕭條、2次世界大戰、911、金融海嘯，又或者係早幾年嘅 Covid 咁。真正會改變世界嘅嘢，從來都係史無前例嘅，所以用歷史數據嚟預測未來，永遠都唔會100%準噶。巴菲特嘅老師 Benjamin Graham 就提出咗安全邊際呢個理論啦。佢話安全邊際嘅目的係令預測變得冇必要，即係話你唔需要預測啱晒，你只係需要確保自己就算錯咗都唔會死啫。Bill Gates 創業嗰陣，堅持公司銀行戶口要有足夠嘅現金去出糧俾員工，就算成年1蚊收入都冇，都撐得到嘅。巴菲特都講過，佢永遠唔會用1晚嘅安眠去換取額外嘅利潤啊！佢哋成功唔單止係因為佢哋賺得多，更加係因為佢哋輸得起啊！18歲嘅你同50歲嘅你想要嘅嘢都唔同，所以投資計劃要有彈性，投資係有代價嘅。呢個代價係波動同焦慮，但呢個係入場費，唔係罰款喎。唔好俾其他人嘅行為影響到你，因為佢哋玩緊嘅可能係同你完全唔同嘅遊戲嚟噶。仲有啊，悲觀主義聽落好似係聰明啲，但係長期嚟講，對世界保持樂觀先至係合理嘅，因為人類一路都係喺度進步緊噶。最後，作者分享咗佢自己嘅理財方法，佢追求嘅唔係最高回報，而係獨立自主咋。佢儲蓄率好高，投資簡單嘅指數基金，仲會預留好大嘅安全邊際。有人會覺得佢太保守，錯過咗好多賺錢嘅機會，但係對佢嚟講，瞓得好比賺得多更加重要啊！錢嘅終極目的，從來都唔係為咗攞嚟晒命，亦都唔係為咗數字上嘅滿足感啊！錢係一種工具，係為咗令你有更大嘅選擇權、更多嘅自由同更少嘅焦慮。
如果你為咗賺多啲錢而犧牲埋睡眠、健康同埋陪屋企人嘅時間，咁你其實已經輸咗啦。仲記唔記得開頭我講嘅 Ronald Read 同 Richard Fuscone 啊？一個清潔工，另一個係哈佛精英。佢哋嘅分別唔係 IQ，唔係學歷，亦唔係出身，而係對金錢嘅心態啊。Ronald Read 明白知足嘅道理，明白時間嘅力量，明白真正嘅財富係睇唔到嘅。而 Richard Fuscone 就俾自己嘅自負蒙蔽咗雙眼啦。理財呢回事同你有幾聰明冇乜關係，但同你點樣處理就有好大關係啦。聰明人會計回報率，會分析市場趨勢，仲會研究財務報表添。但有智慧嘅人會控制自己嘅情緒，會知道自己嘅極限，亦會明白乜嘢先至係真正重要嘅嘢啊。而呢種智慧唔係天生嘅，而係可以學翻嚟噶。希望今日呢條片可以係你哋學習嘅起點啦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開埋個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出片通知啦。你哋平時又係點理財嘅呢？大家可以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噶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